今仔日是历史天安门事件36周年。自从自控年，中国禁止香港人举办历史纪念活动了后，即摆这历史的追思纪念晚会，敢若台湾会当举办，由台湾几类民间团体共同发起的历史36周年纪念晚会，目前伫咧自由广场举办，有真侪民众主动来参加。咱来赶紧连线互人伫咧现场的台记者郑阿轩、林旭凯，甲咱讲这现场上最新的情形。 是主播记者现在人就伫咧自由广场，会当看到现在活动正咧进行当中。啊，现场也有侪民团是家己准备白花佮蜡烛，提供民众来悼念、受难者来使用。 这届主办单位也讲，伫咧活动进前就收到真侪恐吓的批，所以今年政府也是派真侪警察来做维安的工作，拢总有20位警察。就连陆委会副主委也亲身来到现场表达支持。咱来听现场上新的一段访问。恐吓批就是架迄个中正纪念堂啊，批的内容就是讲吼，来参加的人伊要来抬，哦，伊讲伊他会拿刀、摕刀啊，到现场来抬这参与者。啊，今日陆委会。 嘛传出来讲，有人甲恐吓信啊。这件事情并不会因为说它在我出生之前就发生了，所以它已经过去了。已经过去的事情，会因为更多人的记忆，并且更多人对自己的提醒。如果说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未来，比较理想的好的世界，我会希望留什么样的环境给下一代？ 伫台湾，除了自由广场有举办历史纪念晚会，伫咧228纪念公园也有一群香港人，因是流亡来台湾的，因也家己发起一个浙江纪念晚会。因讲，自从中国禁止香港人来举办甲历史相关的活动以后，台湾的存在就变甲非常有意义。另外，伫咧台北国际会议中心，也有一个日本人家己举办的音乐会，或者听台湾爱自由的活动，希望大家唔通忘记历史的伤痕。以上是记者郑阿轩、林旭凯伫现场上新的连续报道，咱甲时间交予主播。